澳洲係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、一直傳承至今嘅文化國家。呢片土地上嘅原住民文化，見證咗澳洲悠久嘅歷史。而現在嘅澳洲係一個多元共融、大家一起生活嘅家園。我哋有好多人都係嚟自世界各地，講不同嘅語言。喺呢片土地上，我哋一起生活，一起努力。不過有時候大家可能因為膚色、口音、文化或者出生地被不公平對待，咁樣就係所謂嘅種族歧視。種族歧視可能係惡意嘅嘲笑，亦可能係無心嘅偏見，但係無論形式如何，佢都會令人受傷，令社區變得更加冷漠。想改變就要從我哋做起，唔好因為外貌或者口音去批評別人，亦都唔好因為文化不同而彼此疏遠。睇到不公平就要勇敢咁話，咁樣係唔啱嘅，或者去揾老師、朋友或者社區領袖幫忙啦。喺澳洲，我哋每個人都享有平等同埋被尊重嘅權利。澳洲政府亦都設立咗一啲機構，例如澳洲人權委員會，佢哋嘅目標係反對種族歧視，讓每個人都被尊重、被包容。讓我哋攜手努力，使澳洲成為一個人人都能安心生活、彼此尊重、共享平等嘅家園。為咗呢個